车台湾看世界，来看南美洲的国家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翁仔某，被美国逮捕。台湾时间初6日透早，伫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庭第一届来出庭。马杜罗被指控4项严重的罪名，也毋过伊无承认遐个指控，伊讲伊清白无罪，讲家己是去互绑票来的。 穿小3个长裤，双手封扣起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从压起的直升机，对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都会拘留中心出发。降落后，伊甲因某落飞行机，一群人搁小看阿叶，闪开普罗佩拉放出来的强风，接个转坐装甲车，前往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受审。 Standing accused of 4 very serious charges for Maduro and 3 for his wife. 马杜罗翁仔某挂翻译现机听控诉。 以后，美国的司法部指控牵涉到毒品、恐怖主义、传播具可见的招数，持有枪击加非别性的总敌，也有传播持有这武器。当地法官叫马杜罗讲出家己的名字，以线底下的冷笑话。He is essentially being treated as a prisoner of war. That he's been kidnapped, taken from his home in Caracas. When the judge jumped in and said, "Okay, we'll get to that later. For now, we just needed to know your name." 马杜罗讲家己阁是委内瑞拉总统，强调家己清白无罪，更加讲家己是正派的人，无承认美国所有的指控。 根据美联社报道，当电会结束，马杜罗翁仔某准备离开。旁听室有一个男子向向用西班牙语甲马杜罗呛讲，伊是非法的总统。法院的外口也组织到大量的民众，反对马杜罗的委内瑞拉议员是唱歌庆祝伊被起诉，啊那反美的民众是卡当顶摕马杜罗的相片，要求美国帮人。 随着马杜罗翁仔某被带登去拘留中心，头一届的庭审告一段落，将伫3月17日早起搁再开庭。若是马杜罗被定罪，就要面对上无30档的有期徒刑，相当甚至会被判无期徒刑。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